感谢雅顺哦，咱阁继续来看台中有公车弄死一个东海大学学生，阁有一个学生囡仔受伤。台中市政府今仔是宣布5大办法，除了要动发客运业者，嘛要调回所有公车的驾驶来进行教育训练。未来嘛打算要针对重大的事故要记点哦，严重会来收回路权，嘛要求讲年底进前全面要爱加装行车安全补助系统。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市政府会当针对路口不良的设计，阁有司机过劳的劳动环境，先开始改善。台中区业交通305公车9月2日暗时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台中市长罗秀燕9月2日宣布5项措施，包括动发业者120万10天内，甲全市1300个客运驾驶员教育训练，检视20大条数路口安全措施，研议提悬记点的比重，严重的人会靠补助款，甲路权收回来，而且要求年底进前全面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行车安全补助系统年底前全面完成安装，并且要求职业驾驶要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范，否则要重罚。根据交通部统计，台中市今年顶半年过路人交通事故死亡28个人，是6度上济，比去年同期加23.3%。市政府强调动发甲强制安装措施，只要透过修正公车亏损补贴作业要点，就会当实行。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一套6万9，补助其中49%的费用。也毋过过路人零死亡，推动人民认为，真侪公车业者营运困难，彻底执行纪律增加，应该对解决路口不当设计，甲改善司机过劳的劳动环境，才是根本的方法。自己去付一半的钱去抓那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我们是觉得很困难。你立法强制它安装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公车业者可能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没有钱，政府应该要全额补助。我们觉得重点应该还是要先从公车司机的劳动环境以及路口的硬体建设来去着手，我们觉得这才是根本之道。交通局表示，目前全台中市1400台公车差不多有20%也未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若无做到会以公车契约的法则来开发，有信心通完成。要若具业交通姓施的司机，台中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来侦办，本地是以20万块要交保，也毋过检方考虑到伊经济困难，最后是改以1万块交保。记者综合报道。